Hello，上集我好 emo，成個人亂七八糟。今集我想講返情緒。每到我情緒跌落谷底，發生一啲好大件事嘅時候，我基本上唔會主動同身邊嘅朋友講，因為老實啦，講完之後佢哋又幫唔到手，我仲要控制唔到佢哋講啲咩。如果佢哋冇聽過我呢個 podcast，通常一開口就係講埋嗰啲，喂，加油啊，唔好諗咁多啦，睇開啲啦。喂，屌！呢啲所謂嘅安慰喺真正痛苦嘅人眼入邊，真係難聽過粗口。聽完直頭想死多幾錢重添㗎。最無敵係嗰啲，點解你會咁㗎？冇可能㗎喎！如果係我點啦？你明唔明啊？你呢頭講完，佢又過晒口癮，顯到自己好似好有智慧，但係你呢？你條氣本身已經唔順㗎啦，你仲要嘥精神去聽埋呢啲咁嘅垃圾。咁點解我要同朋友分享啊？幾年前喺我情緒好差嘅時候，我睇咗本書，叫做《蛤蟆先生去睇心理醫生》。呢本書係一個英國心理學家，佢用一個童話嘅角色蛤蟆先生去講一啲關於抑鬱同埋治癒嘅故仔。故事入邊嘅蛤蟆先生本身係一個好熱情、好中意冒險、好貪玩嘅人，但唔知由幾時開始，佢陷入咗嚴重嘅抑鬱。覺得自己一無是處，生活冇價值，唔值得被愛。佢身邊嘅朋友逼佢去睇呢個心理諮詢師，因為嗰陣時書入邊蛤蟆先生講嘅每一句對白，同我當時嘅感受都好似。所以今次我 emo 嘅時候，我又將呢本書喺書架度抽翻出嚟。書入邊有3個好核心嘅概念，我今晚好想同你去分享。第一個就係叫情緒溫度計。諮詢師叫蛤蟆先生由1到10去量度自己嘅痛苦。1係最差，10係最好。蛤蟆話自己係1同2之間。第二個就係佢講咗一樣叫兒童自我狀態嘅嘢。諮詢師話我哋大個咗之後，好多時嘅情緒爆發根本唔係因為呢件事嘅反應，而係你大腦自動複製咗你童年嘅痛苦回憶。你細個點樣俾父母俾個環境逼，你大個就會用翻同一個卑微或者憤怒嘅方式去回應呢個世界。原來好多時我嘅唔開心根本唔係因為依家發生咩事，而係我心入邊嗰個受咗傷嘅細路仔又俾好多外在嘅環境撳住咗。而第3個概念亦都係成本書最核心最無情嘅一句說話，歸根究底係我哋自己選擇咗自己嘅感受，係我哋自己選擇咗憤怒，係我哋自己選擇咗悲傷。我第一次聽到呢句說話嘅時候，我第一個反應就係吓，你係咪傻撚咗啊？邊個心理變態會特登揀自己唔開心，揀自己憂鬱啊？但係諮詢師講咗一句好深嘅說話，佢話與其你每日怨天怨地，話我俾嗰個仆街老細搞到好嬲啊，不如你老實問下自己，我點解會揀咗憤怒去回應佢？呢個講一隻蛤蟆先生去睇醫生，講咩自己揀情緒嘅心靈預言，同我哋呢啲普通人有咩關係呢？等我分享下前幾日我深夜開竅個爆發位。我成日都覺得我自己嘅情緒係由人哋、由大環境去決定。我會理直氣壯咁樣同自己講，佢咁樣對我，梗係唔開心啦。或者係公司出埋呢啲咁嘅鬼鼠嘢，我點會唔嬲啊？但係呢本書好殘忍咁樣揭開我面具，佢話喺呢個世界上根本冇任何人可以令你產生某一個感受，除非佢用槍指住你。你嘅情緒由始至終都係你內心默許，係你自己選擇。我最初覺得好荒謬，甚至覺得好反感。但係當我前幾日深夜自己一個飲住酒，諗翻起書入邊諮詢師講嘅說話，佢講話如果你要更加咁樣理解自己，就需要同自己情緒做連結。如果你否認佢哋，唔理係用無視嘅方式定係抑壓嘅方式，到最後其實你都係截咗肢。你喺某程度上成為咗一個殘缺嘅人。我發現我自己平時犯賤 emo 嘅時候，我都做緊一個心靈截肢。我一邊抑壓自己，一邊夾硬對鏡同我自己講冇事啊，你要理智，你要加油。去到今次 emo，我決定唔再做一個殘缺嘅人。我唔再逼自己唔准唔開心，我放低所有理智。我俾自己情緒100%咁樣發生，我任由自己喊，任由自己燥，任由自己成嚿垃圾咁樣攤喺張床度攤屍。然之後等我嚟完 M， 荷爾蒙正常返，我再拎返呢本書出嚟，慢慢梳理。因為梳理情緒從來唔係叫你理智咁樣去抑壓佢，梳理情緒係承認依家佢喺度，然之後做一個大人，溫柔咁樣同佢問返句：你依家咁痛，其實係想同我講啲咩啊？返返去開頭嗰個問題。點解我唔開心嘅時候，我唔同人講，寧願睇書？因為身邊朋友嘅加油，有陣時只不過係佢哋逃避尷尬嘅氣氛，求其過口癮嘅止痛藥。一本真正好嘅書就好似一塊鏡咁，陪你直視傷口。蛤蟆先生去睇心理醫生呢本書，
從來冇一句叫你睇開啲，佢只會冷靜咁樣用兩句金句，同我哋呢班極度苛刻嘅現代人講，唔係發自內心嘅嘢就唔會帶嚟真正嘅改變。冇一個批判比自我批判更加強烈，亦都冇一個法官比我哋自己更加嚴苛。所以聽緊呢集嘅你，與其嘥嗰啲精力去揾一個叫你正面啲嘅朋友，不如靜靜地揾一本同你思考、陪你流淚嘅書。真正嘅療愈從來都唔係有人同你講話一句冇事㗎，而係你終於有勇氣去承認我依家真係有事，而我願意陪住自己。今晚我想你同我做一個練習，即係書入邊嘅第一個工具，佢叫情緒溫度計。試下問自己一個問題，由1到10，1係最差，10係最好。你而家嘅情緒喺邊個位？唔使答我，唔使講出口，你只需要誠實咁樣面對呢個數字，記住呢個數字，然之後再問自己第二個問題，呢個數字係咪一定要由人哋去決定啊？定係我自己可以喐下佢？情緒嘅源頭喺你自己度，你未必可以即刻由2變8，但係你可以由2變2.5，而嗰0.5就係你嘅察覺、你嘅允許、你嘅陪伴。今晚你淨係需要做到一件事，承認你嘅數字，然之後俾一個 permission 自己，我容許自己喺呢段數字停留一陣，就係咁簡單啊！唔使逼自己即刻好返，只需要承認我依家就係咁，我準備好去面對我自己嘅感受啦。斟杯酒，揭開你嘅情緒，同自己講一聲，我收到你嘅 message 啦，飲晒佢，我哋聽日再諗過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